今日講下啲保險保險因為之前中國發展得好快啊嘛，啲人有錢，然後就買保險啦因為都係一種投資啊嘛，特別去到2016年係最高峰啊，都去到3.4萬億人民幣啊，佔咗 GDP 嘅4.5%啊，所以保險公司嗰陣時就大把錢啦然後咁佢有錢肯定要，保險公司都係有錢肯定會投資高回報嘅嘢就之前呢有響應國家嘅政策，好似有投資一帶一路嗰啲國家沿途嗰啲基礎設施啊，然後又投資國外嗰啲基金啊，即係特別係嗰啲高風險嘅基金，然後國內嗰啲又投資國內嘅基建同埋啲房地產。咁依家都知㗎啦，依家嘅國內房地產都冧得比較犀利㗎啦，就係嘛？就好似依家前一排咁冧大啊，除埋市喺香港咩碧桂園啊嗰啲，全部都咩啦，有其他大嘅。但係佢哋保險公司咁，佢投入呢啲都係全部蝕本喎。國外基金、國內房地產、一帶一路嗰啲基建係咪都係蝕本嘅？不過佢都唔驚，依家仲有錢啊嘛，因為嗰陣時佢保費太多啦但係個問題嘅話，嗰陣時保費咁多，只要保險公司佢就唔係話嗰啲咩意外險乜險嗰啲咁嘅嘢嘅，佢只要係嗰啲咩分紅險嗰啲萬能險都係投資類型嘅，即係佢一般個期限咧都係10零年到20零年咁嘅期限，一般20年啦20年嘅話，好似佢13、16年嗰陣時最高峰，咁20年之後佢就係2033、36咁上下啦。咁到時啲投保人呢，佢哋要攞翻啲錢㗎咯喎，仲加埋啲息喎但係嘅話，到時保險公司佢而家蝕晒本啊嘛，佢到時點有咁多錢俾翻啲投資人呢？即係投保人，因為佢保險公司嗰啲咁嘅分紅萬能險呢，佢到時佢俾翻個本金，不但止，佢仲要俾翻嗰啲咁嘅分紅人哋嘅喎，即係佢有一本有3檔啊嘛，高中低檔嘅，就算按你最低檔去俾，加埋本金咁多人，到時去攞翻嗰啲錢，保險公司點有咁多錢呢？所以依家新聞講話都有可能會到時又係一個爆雷都未到2033、34嗰陣時依家都有啲跡象有啲中小型嘅保險公司都執咗有嗰啲大少少嘅咩泰康乜康咁咩XX 嘅，都已經係拖欠啲員工工資啦，有啲保險從業員嘅工資頭先講漏一樣嘢，但係即係除咗嘅保險公司嘅投資失利呢，佢入面啲高管好多都係貪污挪用入面保險公司嘅錢所以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所以嘅話到依家2025啊嘛，過多10年咁上下就睇下保險公司到時就肯定又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中國嘅保險仲唔係話好似國外咁發達啊嘛，中國係比較激進型一揾錢有錢就比較激進咁投資，同埋投資都唔多靚仔